Hello， 大家好，我係阿南啊。今日早排咧，阿南就同大家講咗呢一個長者2蚊乘車優惠計劃嘅變動啦。大家如果有睇之前條片都知道，呢一個變動咧就未講確實幾時就會實施嘅。今日咧就終於有個新嘅消息咧，就係呢一啲嘅變動幾時會實施啦。如果大家想知嘅，記得睇埋呢條片啦。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手留言、訂閱、分享、讚好，事不宜遲，我哋立即開始啦。好，相信各位老友記都非常之關注呢一個長者2蚊搭車究竟幾時會變動。今日先同大家溫一溫書先啦。呢一個長者2蚊乘車優惠計劃主要就有2個大嘅變動嘅。一個就係10蚊以上嘅車費就會變成2折，同埋會限住你1個月只係得240程呢個優惠嘅次數。今日喺立法會上面呢一個局長就提及過呢一個2蚊2折嘅方案就會提早喺出年即係2026年嘅4月就會正式實施。比起原本預計可能9月先實施就提早咗5個月推行，就為庫房慳返額外嘅2.6億。但係啦，關於呢一個每個月搭240程嘅規定就會喺呢一個2蚊2折嘅方案之後1年先會再去實施嘅。收緊呢一個2蚊乘車八達通嘅系統行政費大概就要6000萬，政府就會承擔大概2/3嘅開支嘅。局長有提過啦，呢一個2蚊2折嘅方案就會喺出年嘅4月就會開始實施。原本就會喺26年嘅9月嘅，但係啦，佢就話政府就同八達通公司去磋商咗之後就話呢一個2蚊2折嘅方案就可以喺出年4月嘅時候實施，比原先就預計早咗5個月。局長就更加進一步就係解釋點解呢一個步驟會加快啦。佢話如果呢個2蚊2折嘅方案同埋限搭240程嘅方案同步實施嘅話，就要大概1年半嘅時間，即係大概出年10月或者11月嘅時候先可以推行。亦都唔會慳到更加多嘅開支。所以佢就安排咗將呢2個唔同嘅方案分期實施。首先就係2蚊2折嘅方案就會喺出年4月嘅時候就會實施。下一步就會實施呢一個限搭240程，就會喺後年2027年嘅4月先會正式實施嘅。喺呢度阿南就覺得佢分開進行呢一件事的確可以為政府減散咗一啲開支。但係呢一個限搭240程如果大家仲記得，其實喺全香港裏邊，其實每個月搭超過240程嘅老友記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反而要做呢一個限搭240程嘅一個改動其實都需要相當多嘅開支嘅。阿南喺呢度就建議，其實如果呢一個限搭240程嘅方案其實唔係影響緊大部分人嘅話，其實就不如擱置咗佢，慳翻啲錢資助下老友記搭車好過啦。今日呢條片短短地去到呢度，唔知大家你有啲咩意見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阿南知。我哋下次再見，拜拜。